来阁想遐济啊啦？啊时就时嘛，啊若敢做牛哦，惊无犁通好拖哟，头路阁找着有啊嘛，对无？啊哈！我毋是烦恼头路啦，我是咧烦恼因素。真正对我感情，我是知影。啊，毋过伊私下出讲话，常常甲因敲上安尼应来应去，看了嘛足毋甘。啊，毋过有一寡代志，因想讲足无主张，变啊足软者呢，拢无法度去解决什么问题。本来感情已经几落年啊，就像海的小帆船同款，浮浮沉沉，毋知倒一天才会靠岸。是的嘛好啦，较免哦，你有迄个石无仔讲哦，不管是都甲你砸落来碰。啊，迄种好野人哦，骂人哦，敢咧骂猫狗啊咧。啊，歹势啦，我话讲了伤紧，啊你若正经叫用准啊哦，我呢敢若去骂着恁大家咧。我姊啊，我若是低头路了后，一下手足侪工课，再麻烦你甲英俊啊斗注意者好无？你放心啦，我这款人哦，做工课上照起工，啊若有我咧换的台啊吼，甲我咧管的班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阿爸，我已经试头路啊。试头路？啊，西仔厂食头路食啊侪年啊，要甲借这钱也毋肯，啊，佫害阿爸你无面子，但这种头路哪有啥物通食？戆囡仔咧，你甲阿爸袂比人呢？阿爸若是有烧酒人啉吼，连石头也配落去。啊，你一个查囡仔人啦，莫讲抹粉点胭脂啦，买两领水衫来穿，总是嘛是爱啊。啊，你即马咧无头路，无啊？啊，你是要看即个阿爸安尼食穿一世人哟？按照你是你就是。无你是调高心啦，啊，喊着声大细声。迄落歹势啦，啊，着爸母生的大闹空。我看你是枵着还未食饭的款啦，坐来食啦。哦。嘿啦，到你家啦。你先食啦，我来啉者酒。啊，来，我来，我甲你服务。免啦，我起来啦。哟。我毋知伊伫个呢，伊若搁甲我问落去，我煞毋知要安怎讲。你哪找我试头路？啊，着用外机仔讲的啊。因母仔囝正经欺负你忝忝忝的，这项代志若互恁老的知吼，哦，伊个性地举起来，逐惊人母啊。我毋知甲讲是我家己试的，你毋通搁乌白过喙呢。啊，你安尼甲讲哦。嗯。啊好，那呢我来问英俊啊，看伊刷落去要安怎拍算。太专，变啦！你问嘛是白问的啦，爱讲的应该拢有甲我讲过啊啦。啊，意思毋着不应该讲的，伊拢毋敢甲你讲。因老母叫伊甲你护出去，伊马上甲你护出去呢。伊即摆甲你讲的一定是圆圆哦，讲一寡五四三啊，对。规矩我来甲问较清楚，吼。变啦，这你莫插啦。我是咧烦恼你的将来呢，我烦恼英俊啊，将来互你袂歪去的，你知无？你家己爱想看觅啦。先食饭啦，即我莫讲遐个啦，我心情好听。太绝，我家己代志，我有我的主张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是讲你要斗骹手吼，你替我斗想看，要怎安排认场证嘛，甲阮阿爸较要紧啦。好啦。
我有向杨顺这个毋将囡仔放刁过，讲因母仔囝若是欺负咱阿霞，我就毋放伊煞。这摆阿霞死透了，我心肝掠瘫痪，我是要想讲，看阿霞受这委屈的，顺续借这个机会甲伊煞煞去。 哦，我毋是看到好样人就叫点点，我想我点点，我是看来嘛足艰苦的，你知影无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爸，哎呦，啊你哪安尼啦？哪啦？安尼好笑啊，手歹看啦。哎呦，啊歹看，毋是逐工咧看。袂用你啦，你看嘛，你家照看嘛。你看，安尼敢会看你？来，去考考你啦，紧的啦，哎呦，行啦。你看，安尼加我有精神嘞。啊，毋过衫歹看，去换一领啦。哎呦，等下无要出去是要换什么衫啊？毋管啦，你去换一领就对啦。好啦好啦，来，安尼照看。知啊，林刘金嘛来找你啊，伊讲来甲你看。啊人来就好啊，哪会遮客气啦？无啊，伴手正常啊，了，朋友就是安尼啊，愈久会愈有认真味啊。来，较济啦，啊，这。来，较济无？为啥呀？真歹势啦！顶一届吼，害你甲阿虎使冤家吼。我听太传仔讲吼，你最近吼足失志的。我想讲吼，若无来甲你看一下吼，实在真袂得价啦。开箱仔呀，啊当吼，阮着阮家啊啦，莫阁想要安怎啦？无啦，咱人也无安怎。你太悬啦！啊，你两个是伫咧变啥物梦啦？你下到啊心，讲啊！无啦，师，啊，阮的意思是讲，想要甲文朝即嘛做互你吼，啊，即嘛你试看做会成袂啦？啊，你是惊讲恁爸死无人哭是？无啦，师，人啊还是好意呢，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万一伊若嫁啊吼，上无搁有一个人来陪你啊。啊，你是想要嫁偌远是？啊是你准办要嫁好野人，无爱这个善车老爸啊？阿爸，搭好夜搭家官嘛，毋搭爸母三顿番机车吗？啊，查某囝搁较有效，若是家人要有效哩嘛是有限啦。啊，甲你找一个老伴，哪有什么毋好啦？唔免啦，恁爸有恁母这块新主牌人做伴咧啦，听个对暗时啊讲到天光啦，唔免你牵猪母来咧写我才会讲啦。文朝金啊，你误会啊啦！阮师毋是讲你猪某啦，文朝金啊。啊，等你离开蛇仔手，敢毋是准办要甲英传传互你？无啊，无，那安尼我讲就无毋对啊啦。你想讲要过着好野人的日子，啊，凊彩我找一个对象是无？阿爸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啊哈，你若是真是讲惊阿爸无伴，吼，上介好的办法就是你永远莫离开我的身躯边啦。阿爸拢嘛是为着你的幸福设想啊，太全人吼是真好的对象。
你这死囡仔咧！这话吼，恁爸拢替你讲了啊啦。啊，若无你永远嘛藏在巴肚内，唔敢讲。无怪哦，无怪恁一直在讲英俊来的歹话。原来恁早就有拍算啊！我叫你叫泰泉啊，这是我的意思啦。啊哈，你若叫英俊啊，你永远都袂幸福啦。怪代志哦，我家己拍算啦。定日咧互你照顾，多谢吼。好好。英俊啊，你西装去清理，我带你来舞用的遐。无啦，我阁有代志要出去呢。嘿，我煞毋知你要出去，人舞用啊要牵成咱趁钱，咱无来甲拜托，敢讲伊对伊来甲咱拜托是？来，坐。哦，啊，英俊啊呢，愈来愈将才啊。安尼甲有干落落，你无叫者？啊，白了。来啉茶啦。哎呦，婉如，等我来煞互你咧陪。他车哪有要紧啦？舞用兄，定下都互你咧斗三工。哪通安尼讲啊？石娃兄伫个时阵啊，牵生我还搁较济。唔通安尼讲，互相啦。是讲兄嫂人啊，依照目前这个时势看，车厂这个生意啊，是会愈来愈久去。哦。要若这个营造业啊，是哪来哪发。但我想讲，兄嫂人啊，你若无去嫌嘛，咱两方面的资金来甲扣做啊，安尼要嫁才会紧。舞用兄，假是你咧讲的吼，买哪有问题咧？是讲这土水的工课，我是较外行啦。要无安尼啦，你来甲阮英俊来牵线吼，牵线看会成功袂？安尼吼，无我这两骹查某，我要哪有法度？兄嫂人啊，你真爱讲笑哈！这生意是一项通百项摕啦，啊，而且你是上场的老前辈啊。舞用兄，阮母囝来趁钱吼，拢嘛是碰到你的福气。我会当早一日，互阮英俊啊吼，找到一个好的亲戚啦。不用白啊，婉如。你哪有闲通来？哦，啊，就去孙工地，想说我过来看婉如一下。哦，婉如。多谢。舞用兄，啊，这位是？伊哦，我一位同行的后辈，姓林，叫做林文生。啊，林好，林文生。叫英俊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咱要去看阮，毋着安尼火买一撮啊，甲咱咧空手好个啦，较价嘛甲人袂比的。啊，你也无我讲买阮有因兜来炸货啊。啊，但这个代志也着我来讲了。人查某囡仔人，都毋是出世要来等伊个。你骹手若毋较紧的，等咱人新娘网啊若伫个，到时你后悔是袂负呢。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出来去啊。我煞毋知你要去倒位是？你一下听清楚哦。我即摆随时要来叫人看一个新娘日。你若有才调，你就莫认我是恁什么人；要若无，你就莫甲我出差错。你敢知影我甲英俊是读书的时阵，阮就熟识啊。啊，毋过自从因老爸过身了后，恁就少少来往的啊。婉如，我的心时时刻刻拢伫你遮，伫你身躯边出出入入的人，我拢袂放松的。相信我，比赛是看啥物人先到，毋是看啥物人先出发的啊。你凭什么注意我的朋友？你凭什么调查别人几轨行动？婉如，你安尼讲，就亲像敢若我是小人的。婉如，英俊啊，是袂踮伫你的身躯边的，因为伊有廖春霞啊。连廖春霞你也知？伊是啊，像每一个人我嘛知影。婉如，你何必欺骗你家己咧？阿霞算啥物？叫我喊你小姐一个查甫人，
等是死了我的身份。若是阿霞，英俊伊妈妈自然会对付伊，免我插手。宛如，你敢无晓得我对你的感情？文生啊，你何必着勉强呢？勉强？你对英俊啊，敢无该勉强？阿霞有来无？有啦，来办司机的手上哦，当晚就走啊啦。你找阿霞要做啥，头家？我要甲伊引头路啦。啊，无互我啦。啊，无你先加互阿霞看者啦，吼。我是讲哦，头路引互我啦。阿霞，我甲你讲，英俊来因厝的饭碗，并无适合你捧。迄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有私心，事实上呢，门户若无相同，就无法说并不是遐好剃头的呢。太传，我知影你对阮阿爸敢若甲伊时代同款，我嘛知影阮阿爸毋甘我离开伊。啊，毋过你嘛无必要为着安尼来勉强你家己啊。无啊，我并无勉强我家己呢。我老早就对你真介意啊，是我家己歹势，毋敢讲出来尔。啥话毋敢讲？是毋是你感觉你袂当甲英俊比？毋是，我并毋是感觉安尼啊。我甲英俊啊，是我钱无伊的多尔呢，但是饲某囝照常无问题啊。啊，若安尼，你是为虾米？因为我自细汉就是恁老爸照顾大汉的，恁老爸敢若耶稣咧，赐我食，赐我穿，赐我大。我今仔日若搁甲伊的查某囝带来做某，安尼我就变足贪心的啊！恁老爸嘛敢若安尼饲了这个家宝地啊。你知影就好。但是即摆无共款啊，我已经变感觉歹势啊，因为恁老爸并无去嫌我这只鸟鼠，所以我即摆敢讲出来。啊，我爱你。你甲英俊是斗阵遮尔侪年，自细汉斗阵甲大汉的朋友呢。搁较好的朋友，某嘛袂使相让啊。英俊啊，若要变面吼，我嘛已经暗算要甲伊扯拼。袂用呢，你免为着我甲英俊歹歹感情，你是好朋友呢。啊哈！但是我嘛袂使目睭金金看你踏入一个错误的婚姻啊。英俊啊，因老母若伫的吼，你甲伊永远都无可能有幸福啦。迄是我的代志啦，好歹我家己看，家己人拍算啊。啊，你是要安怎拍算啦？除非英俊啊较有志气啦，甲因老母变面，财产拢无一直双手空空来带你啦。我毋捌得用骂因兜的财产啊。那安尼上好啊！既然毋是为着钱，你就搁较爱考虑我太悬啊！我除了钱以外，剩的我毋相信讲我会输伊啦。太悬，男女中间钱财水歹并无重要啊，上重要是要有感情啊。感情哦，若这我有，我规拖拉久的。啊，毋过我无啊。啊？我毋相信，我自细汉伫恁厝的出出入入上无1、20年啊，我毋相信讲你对我一点仔感情都无。有啊，天公伯也足慈悲，好一个阿兄。阿兄哦，天公伯若真正自悲吼，都应该可怜我自细汉拢无亲人，叫你来互我做某。